真的，没有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，我真的还差一点点而已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。可以再去看看这个环境，多了解一下，可以吗？喂，喂，你在哪里？我过去载你。现在不行啦，我等一下还有事情。什么事情啦？等一下要去打工。打什么工？哎，不要说我没照顾你。等一下有个局，你过来坐一下，就有5万块。5万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而且是现金。到底在哪？我现在在敦化站这边。我好后悔跟 Judy 联络，这样做好吗？要不要干脆回家了？不好意思哦，去那边真的是只要倒酒、聊聊天就 OK 吗？哎，你那么担心干嘛？我们又不是酒店，我们是去一家高级的私人招待所。你们老板呢都很 nice 又很大方，哎呀，像吃高级餐厅一样啊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等一下去了觉得不 OK， 我们就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吧，安全带。喂，我这边有几个 case 可以帮你介绍，你觉得如何？你现在要介绍我 case？ 你之前不是说你想要多接触一些工作吗？我刚好有朋友在找节目主持人，他说你可以去试镜。我哪能当主持人？你不是做过家具展的介绍？哎呦，那不一样啦，我还这么菜。我朋友他正好要用新人，怎样？要不要试试看？这个工作他收入虽然不多，但是我觉得有固定收入是好的。虽然会比较辛苦，可是就现况来说呢，应该会。喂？哎，好了没啊？全县等你一个哎。对不起，我觉得不适合这个工作。谢谢你给我机会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你去哪啊？好不容易有新妞，又被你吓跑了。
现在练得如何了呢？不错啊，真的吗 ？OK 哦，很好哎。对啊，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蜜桃年终于合体了，耶！接下来啊，我们可是要让啪啪 girl 好看。说实话，你的型跟我们原先电视台设定的不太一样啊。我们需要一个身高高挑一点的，30几岁，然后身高又高，然后头发短一点的。哎，骗你的，蒋哥推荐的，当然没问题啊。下礼拜时间再没有给我啦。谢谢阿当哥。现在兄弟，等下要不要一起吃饭？不，我还要去电视台开会。哎，说真的，最近有什么比较好赚的，介绍给我，我快穷死啊！这一行太难赚了，我都要改行了。阿汤哥，你是开玩笑吧？还是你有认识什么化妆师的徒子徒孙，还在收学徒的？我可以啊，听说那一行很好赚。阿当哥，你认真的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别闹了，我在开玩笑啊！看你们两个，走，我要去开会了，拜拜，下周时间记得寄给我啊！拜。阿当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朋友的外号呢叫做冷场当。这外号取得真的还蛮好的。好啦，其实谢谢你救了我一次。也没什么啊，我就帮你介绍而已啊。我不是说这份工作，总之谢谢蒋大哥。然后之前的事就当作没发生过吧。就当没发生过。这2位是我的朋友，他们也想要约我一起吃饭，我就想顺便大家一起吃。他们是那个……我觉得我们不用拐弯抹角。我知道我妈请你帮我介绍对象啊，那就不如请他们先自我介绍，好吧？您好，小弟丘雅比，反过来念就叫皮卡丘，就是那个皮卡10万伏特的那个皮卡丘。然后我的身高是176公分，那体重是差不多在69、70，有时候会7。你几岁？我现在27岁。年纪太轻了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因为我姓窦，今年40，虚岁就是41。要继续吗？我叫窦志燕，年轻的时候发过片，父母还算康健，我拥有健康的射护线。你几公斤？57。我觉得你体重太轻了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体重这么轻的男生。大树哥，不好意思，你知道我比较直，年纪也到了，不想浪费大家时间，大家时间这么宝贵。如果你下次有更好的人选，再告诉我，最好先让我看他们的照片。今天这一顿我就不吃了，因为我另外一边还有朋友在等我。这一顿我……不用，你不要这么客气。如果你付钱的话，陈阿姨会把我杀了。你有事你先走好了，这顿我来付吧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来，嫌我瘦？我这个年纪还有这种身材很少了。对呀，少女真的很直接，挑男生跟在鱼市场挑鱼一样，嫌我小，嫌你瘦啊，比目鱼干。大树哥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，我现在单身。那你愿不愿意留个电话给我，方便以后联络？好。
两位请坐。你们不需要用这种眼神跟态度对着我，我知道我对你们两位非常的抱歉，我以水代酒，感谢两位大德，恩重如山。如果说我现在前面有2只龙虾在的话，我想我应该会成熟许多。如果说我可以吃下12盎司的顶级沙朗牛排，我应该就会变成60公斤以上。点 Yes， 服务生，10万负债。谢喽，拜拜。来。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那你呢？我觉得很容易学，怎么啦？我全都把他们背下来了耶。你们说，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舞步放在下个礼拜的舞曲，好不好呢？你很坏耶！没办法，不能怪我，是我记性好喽。志忠哥，好久不见。你大概1年多没见了吧？你在这个吗？哦，我们今天来练舞啊，给你介绍我的团员，他是小乔，Gigi。Hello。嗨，你们好。这位呢，就是我跟你们一直提的那位设计师哥哥。哦，他常提到你呀。希望他没有说什么我们不好的。哦，不会，他说的都是好话呢。好啦，不要再说，不想让他太骄傲。志忠哥，我传简讯给你都不回我，真的很坏耶。有吗？有啊，你都不回的。不管，我要你补偿我们。啊，刚练完舞，好饿，有点想吃麻辣锅哎。麻辣锅，麻辣锅，麻辣锅。麻辣锅我一定请，不过我先拿东西给我朋友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你东西忘了拿。志忠哥，那我们可以去吃麻辣锅了吗？好啊，走吧。